去到飯廳部分，我哋喺牆身做一個1米高坐地櫃，近窗邊位置再會做一個邊櫃去到天花頂。坐地櫃低部儲物櫃位置，我哋會放零食同埋雜糧。活動層板可以隨時更改櫃裡面嘅空間大細。台面櫃桶當然係放啲日常食飯時後會用嘅用具啦，例如刀叉同埋碟或者杯。而高櫃係按業主要求，我哋係會放啲包包喺裡面嘅。牆身淨係油漆感覺會有啲單調，我哋會放多一幅畫喺裡面做一個點綴。台面位置當然唔好浪費啦，業主中意飲咖啡，所以我哋會放個咖啡機喺度。窗邊會加翻個窗紗，當然唔少得要加個吊燈，加翻張可活動伸縮長度飯台就大功告成啦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呢條片，請大家 like、訂閱同留言。想知道片裡面更多資訊嘅，可以 PM 我哋。